这笛子真是催人命啊！多么愉快啊！三月里来，桃花儿红，杏花儿白，水仙花儿开。又只见那芍药牡丹却一开，爸妈一对儿一哟嘿。你要吃，我要吃，我要吃。多金发，好久这个杏花村。你要模仿还需要同地几下。突然间，多金发，把它杀魔啊！哎呀，是这第十啊！不，最重要的主题来了。哦，唱完这首歌，大家人给他等了，大家来行啊，爱听故事啊，听故事，准备几条嘛没办啊。有一个这个风月场所，就直接交易的，那个哦，一个场所，哎，就有一个人客入来啊，就想，哎，舅妈哈，啊，恁叫一个礼药啊嘛，啊。妈妈桑，你要找礼药啊，吓，好啦，现在指名吓，啊，礼药啊，啊，进来，人客来找了哈，人客老恰者哈，啊是，没办法，就是你啊，这个人客吓，后来几百，装满里面，啊，这个春风一度以后，跟春风一度了，啊，这那礼药的长相啊，哎，长得是怎么说呢？长得很善良啊，那个。你干脆说很环保啊，长得很抱歉，很用心良苦。哎，不是店里面很用心的，这礼药大家大概了解，礼药谁让不睡的对吧？哦，平常呢大概都是100块的行情了。啊那样啊，春风一度后就车衣啦。嘿，写这个人给那个机名呢，是，可能就掏出这个口袋3张，哎呦，300，哎呦，这是这部呢？哇，礼药嘛讲欢喜，哎呦，这人给那家伙。明明的100的行情，给咱300，谢，上个门口，委员长过来哈，谢，那走。第二天人家过来啊，哎呀，哎，你昨暝才来过嘛？妈妈说是啊，我要找礼药啊，啊，你个这指名哈，礼药啊，人客来按来一个哈，来，老恰一个，够有那个，一个是你，哎，春风一度之后，是。有个是300，哎呦，这人给那家伙啊，来做一摊的，跟他做3摊呢，啊，谢，委员长过来啊，再见，啊，连来2天啊，明仔载过来的，在那踌躇不安，第3天盼，在门口，哎呦，过来啊，人客过来啊，哎，个找你，我知影你这人客，礼药啊，人客老恰一个来，我想讲你今日一定来，真是叫我忘掉，来，哎，过来啊。所以有个3张，哎呀，这时这人客要走，讲小等咧，你给我讲，这人客，你3天来对我呢，出手的那3倍的计较，我相信你对我一定有不同的感觉。坦白跟你讲，我有一点心声，想向你吐露一下。哎呦，这朵我往那做就够了，实在很想从良了。你对我这种一番的这个跟你都表达我的心声，你有什么接下来的意见没有？这个客人听完了啊，这个，哎。那等下给我赢出来，给我回100。哎呀啊，你给我我100，谢。是讲我都在跟你讲些，我的心态，我都已经想从良。你对我有这么感觉，每次都给我好几倍，你到底又给我100块是代表什么意思？你倒是说话呀！你到底接不接受我的这个跟你的邀请出交的？是的，你叫礼药啊？是啊，我叫礼药啊。恁兜住台南讲，哎，对啊，恁兜住迄大庙口，安尼挖里面安尼，正我倒啊，对吧？对，第几号门牌个？哈，哎，就欢迎这2天那家伙啊，还做了身家调查，明明就冲着我来的。恁爸爸叫啥？恁妈妈叫啥？对，就是嘛。嘿，打算可以从良了。你到底回答一下我？你是这几天来高官就给之后听完又给100块，什么意思嘛？不是啦，本来那几百块我是要做来提来做车钱啊。你对我身家这么了解个？不是啊，我是恁这2000块拢总哈，是恁爸爸为故乡叫我提来要嫁给你啦。
阮老爸要互我，要死我，讲我生意无好，摕1千块互我做收费，你甲恁做嘛困3摆。我阿知，我来找你也袂讲来，你甲我看住，要死啦！看你娱乐几百块，你给我看做3摆。哎呦，伤咸啦！哦，就咸诶，那有可能啊！太无道德啊！